今日我哋傾下呢份對香港中小學未來發展超級關鍵嘅計劃，亦即係教育局最新推出嘅自啟學教撥款計劃。我哋今日嘅路線圖好清晰。第一部分，發展機遇，打造數碼基石。教育局今次為學校準備咗50萬財務後盾。不過有個關鍵絕對唔可以搞錯，呢50萬唔係俾學校隨便買幾件器材嘅買嘢錢。佢嘅終極願景係人工智能 for all subjects， 亦即係喺各科善用人工智能輔助教學。呢個代表我哋要令人工智能成為教學嘅核心引擎，用科技嚟賦能教育，從根本提升學生嘅數碼素養，等佢哋準備好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第二部分，核心指標 KPI， 解碼學校承諾。拎咗呢筆錢，學校當然要俾出具體承諾。我哋將佢哋簡化成超級好記嘅通關密碼：3-2-6法則。學校要承諾喺最少3個科目入面推行人工智能教學，涵蓋最少2個級別。最後仲要發展出最少6個人工智能應用教學例子或者資源。咁樣做係要確保人工智能唔係做下樣，而係真正深耕喺常規課程入面。3-3-3法則，有好嘅經驗梗係要擴散。第二組密碼333架構就係聚焦喺分享同埋建立社群上。學校自己或者揾專家舉辦最少3場有關最少3個學科嘅公開課或示範課，同埋3次教學經驗分享會。真正用意係要喺校內甚至跨校之間打造一個充滿活力嘅共享人工智慧教學知識圈。關鍵數字2，學校必須舉辦或安排學生參加最少2個專門提升人工智能素養同技能嘅活動。請大家記住呢個2，因為佢係我哋稍後會講到嘅策略部分。第三部分，實踐策略，強調學生特訓優先。我哋建議大家一個執行上嘅黃金順序。喺學生層面可以先做2，學生特訓。當學生具備咗基本人工智能意識同操作能力後，再推行326。老師將人工智能融入課程時，阻力會大幅減少，教學會順暢好多。最後做333，帶住成功經驗去辦分享會，成效絕對會令人眼前一亮。第四部分，資源運用，資金許可範圍，許可清單。訂閱人工智能繪圖軟件，買人工智能套件，租用數碼學習平台，請專業機構度身訂造校本語言模型，或者資助學生參加人工智能特訓活動，通通都得。呢筆錢核心係要回饋喺學同教導，主要係俾學生嘅，所以搞裝修、食飯應酬、整宣傳品或者資助老師家長參加工作坊，通通都唔適切。第五部分，實踐方案點子。喺呢度，我哋引入一個叫做 DelightX 嘅沉浸式人工智能教學平台。我哋可以將呢個平台想象成學校人工智能策略嘅核心引擎，用佢嚟驅動各個科目嘅轉型升級，就係在於跨學科嘅無縫整合。佢可以同時支援 STEAM 教育、視覺藝術創作，仲可以完美咁應用喺中英文嘅語言學習，甚至係數學科嘅解題邏輯上面。而且呢個點子最吸引人嘅地方係平台入面嘅 AI Buddy。佢唔單止可以做學生嘅專屬助教，生動咁講中華文化故事，佢仲可以引導學生親自去創作 3D 同 VR 嘅數碼內容。呢樣嘢完全打破咗我哋以前覺得 AI 就只係攞嚟揾答案嘅刻板印象。原來喺協助老師提升學生人文素養同藝術創意方面， AI 一樣幫到手。第六部分，願景與未來，人工智能賦能下一代。結尾之前，我哋想請大家跳出呢啲行政框架，諗下初衷係乜？呢50萬唔只係一筆錢，我哋真正嘅目的係要培育出一群數碼素養超群，識得駕馭科技，準備好迎接未來挑戰嘅學生。呢個先至係 AI for All 最核心、最務實嘅意義。
各位教育前線嘅開拓者，帶住今日講嘅黃金策略，你打算點樣善用呢50萬，去徹底翻轉你嘅教室，點亮學生嘅未來？希望今日嘅深度解釋可以俾到靈感大家，亦好歡迎大家聯絡我哋卓思教育，協同構思屬於你哋學校嘅數碼轉型藍圖啦。